朗尼克話曼聯使錢更加多，而成績反而更加差。嗱，盤點啦，朗尼克時代曼聯嘅成績以及隱瞞情況啊。22到23賽季，坦夏格嘅首個賽季啦，喺英超聯賽第3名，重返歐冠、聯賽杯冠軍，終結6年無冠，足總杯亞軍1比2輸俾曼城。隱瞞方面有安東尼9500萬歐，卡斯米路7000萬歐，利申道馬天尼斯5700萬歐，同埋馬拿斯亞1500萬歐啊。而去到23到24賽季，坦夏格嘅第2個賽季，英超排到第6，無緣歐冠。歐冠小組賽墊底出局，創隊史最差嘅歐冠小組賽積分。聯賽杯第4輪就出局啦，而足總杯亦都係擊敗曼城攞到冠軍啊。隱瞞方面，荷則倫特7780萬歐，美神蒙特6420萬歐，奧納納5020萬歐，巴恩迪500萬歐啊。而去到24-25賽季，坦夏格中途落課，亞摩廉接任。英超方面，目前排喺聯賽嘅第15名啊，創後弗格遜時代最差嘅戰績之一。而喺歐霸杯進入半決賽，首回合亦都擊敗畢爾包，仍有爭冠嘅希望。而聯賽杯同埋足總杯都俾人淘汰啦。喺隱瞞方面啊，約路6200萬歐，烏加迪5000萬歐，迪列治4500萬歐，舒克斯4250萬歐，馬斯奧爾1500萬歐啊。喺蘭寧克嘅時代啦，曼聯亦都花費咗6億幾歐元嘅轉會費，只係攞到2個冠軍。大家覺得蘭寧克鬧得啱唔啱呢？